89年嚟嘅台灣軌道建設，也一兩年都多個大嘅轉變。對去年嘅起始交通建設嘅總預算低度，軌道建設頭一擺超過公路建設，除了台鐵、高鐵同捷運，台北高雄嘅都市輕軌也開始愛發展咧。兼台灣軌道工程學會理事長嘅台鐵局長朱運輝路安算，未來10年係台灣軌道復興嘅10年。來看三下來嘅報道。台鐵採天火車馬天天將面色好兜起來，也喺台灣車輛公司打造296台 EMU 800型嘅國產天然車，7秒搞車8台。按算到今年7月咧，我開始再研下，也喺台灣自家車嘅自家作為一個集團。這一輛車呢，是正好階段性的任務的完成。那麼我們未來因為整個台灣的西部幹線確實需要非常多的區間電聯車，因此我們有投入行政院核定1000億的購車計劃。未來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塊就是區間電聯車，我們希望能夠製造800T 台灣 T， 也就是能夠國產的部分能夠培植我們國內能夠68%。那麼往上提升以後，最終的目標希望能夠80%。3、2、1，微笑號正式串起台灣的每一個微笑，讓我們用力的將彩帶拉下。再一次恭喜台灣車輛以及台灣鐵路管理局。行政係天嘅台鐵2001年按度嘅買車嘅計劃，其中一般較大預算，希望來提高國內自家生產嘅比例。早上台鐵主要係同美國、日本同歐洲買車嘅。11年前，台灣車輛公司轉型，除咗配合台鐵穩定老舊嘅車，咪接車運嘅車來做，包含今年代做同車車運機場線，還有淡海輕軌。等到台灣鐵軌路內通進來進到樣，咪表示台灣有個完整的鐵軌路運輸網。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趨勢，就是我們交通建設的總預算。這個幾十年來第一次這個軌道建設的經費超過了公路建設。那麼這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一個轉折，表示說台灣的這個運輸趨勢也已經跟全球同步。從民國99年以後，整個這個公路跟這個軌道的這個投資的比例，我們已經變成4比6，好，也就是說，基本上軌道的運輸它慢慢的會興起，也就是說，我們重視的整個一個軌道，它在經濟，比如說經濟的部分，它的整個運輸是比較有效益的。台灣火車路建設係對流面上，從1887年分攤西路開始嘅，經過嘅清朝末年，日本輸嘅到台灣光復，這樣是支持規則台灣嘅經濟發展，而先考慮到西嘅島內，也做一講係先做公路建設。不過照交通部統計出嘅資料，約10年來航運量嘅變化，高鐵成長係55.3%，台鐵咪成長係34.9%，車運成長行卡係98.7%。台灣開始對用公路運輸為主嘅形態，行到嘅鐵軌路運輸嘅時代。全世界都已經回頭在審視，不應該再發展公路。那麼我們覺得怎麼樣來發展大眾運輸呢？鐵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全世界都認為鐵路運輸是大眾運輸之母，也是公共運輸之母。那麼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鐵路的建設，包括我們的台鐵以外，還有地方的捷運、輕軌，它都需要國內產業的一個培植，還有一些重要的這個設備，譬如說這個軌道車輛的最核心的一個設施。叫做轉向架，那麼我們現在國內還沒有自主的設計能力，但是我們透過這一次淡海輕軌的這個標案，那麼我們花了相當這個可觀的一個這個設計費，然後我們也要求技術轉移。16年來，台灣對軌道車輛主要用到東西也設計能力唔拉，是知道台灣車當然自家來做。台灣車輛公司每大半日擺報道，探去輕軌安內機會，要求技術轉移落來台灣，能擺對設計到幾台車，幾天都測試，將有機會建立完整的產業。
那我们之前在部里面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之前不管是台铁的系统，不管是车厢或是高铁的系统，都是国外的系统。那轻轨的部分能够去把国外的系统引进来的话，基本上是一个好的契机。未来的10年，2015到2025是铁路复兴的10年计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后续的部分会逐步来推动。特别是轻轨，我们几乎从设计端到后续的这个维运管理，那么所谓的全生命周期的概念，那么去发展这个产业，我的研判，未来的这个整个轨道运输的发展趋势会走向轻轨化。可那附近的日本，係用鐵軌路交通來做主要公共運輸，係全世界鐵軌路侵襲嘅國家，連體範人手嘅太量，要重新研究討論，想發展鐵軌路建設。台灣喺呢度也希望10年內，應當要重新用鐵軌路來填到全世界運輸發展。